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會同大家講下香港製衣業嘅發展同埋成功嘅要素。香港製衣業嘅成功咧，唔單止係因為生產嘅模式啦，仲因為佢能夠緊貼時代，而且當中咧風格咧亦會不斷咁演變嘅喎。嗱，我哋由傳統服飾開始講啦，William。以前香港人咧究竟係着乜嘢嘅咧？過去嘅香港人咧，同中國千百年來嘅着嘅衫一樣，都主要係長衫。咁當然啦，長衫咧其實係正統人先着啫。平時一般譬如農民啊嗰啲都係着衫褲嘅啫。咁咧旗袍咧就係因為清朝之後咧，旗人嘅服裝影響而演變嘅。例如兩邊開高叉咧，就方便騎馬啦。咁咧喺鄉下嚟講咧，就係新界咧有客家人啦，又有原居嘅圍頭人啦。咁咧佢哋一般嚟講咧着衫褲嘅。咁咧但係有啲衫咧，譬如去飲宴嘅長衫咧，咁都係去裁縫度做啦。或者屋企人着嘅衫咧，就當然係持家嘅婦女去製作啦。咁幾時開始有轉變啊？開始轉變咧，其實都係民初嘅時代啦，上世紀1930年至50年代之間，當時咧西服咧就興起啦，喺我哋中國人嘅群眾當中。咁咧服裝咧就係由西裝取代咗長衫。咁咧男性咧就首先係改變先嘅，因為男性出嚟社會工作啊。咁咧例如喺電影上面，我哋見到張瑛啊、吳楚帆，佢哋着嘅衫咧都係西服為主嘅。咁啊顯示當時就西服逐漸成為潮流啦。咁但係女性方面又幾時開始變咧？嗱，女性咧其實同一時間咧都有改變，但係改變係慢啲嘅，因為當時女性係唔需要出嚟社會工作啊。咁咧，除非啲係好大即係大家庭啊、富家女啊咁咧，佢哋就會接觸西方嘅文化，着西式嘅服裝啦。咁咧喺電影上面咧，我哋都見到，譬如芳艷芬啊、梅姨啊、林鳳呢啲大明星咧，佢哋着嘅衫咧有明顯嘅改變啦。旗袍之外，都有西裝裙啦。呢個時期香港嘅製衣廠主要生產啲乜嘢嘅咧？當時佢哋主要生產嘅咧，熱平靚正嘅恤衫啦、西裝同埋西褲啦，仲有內衣物添。咁咧早年咧主要供應嘅市場咧就係本地啦、英國啦，同埋佢喺非洲啊、東南亞啲屬地。知名嘅品牌包括啲咩啊？知名嘅品牌咧，到而家仲見得到嘅愛如恤啊、雞仔嘜啊，同埋金綠線衫等等。咁女性嘅衣着又係點嘅咧？女性呢一部分咧，仲係着緊傳統嘅比較寬鬆同埋長啲嘅長衫啦。但係好多年輕嘅女性咧，已經跟住荷里活嘅女星咧，着啲緊身高叉嘅旗袍。咁而喺圖案嗰方面咧，就好多元化啦，有如意啊、花卉啊、間條啊、方格等等添。不過都有人開始咧着短袖恤衫同埋冇袖恤衫，係襯住荷花形嘅西裙啦。咁呢啲都係巴黎名師嘅影響。圖案嗰方面咧，以碎花格仔為主嘅。到咗60到80年代，香港時裝嘅風格又係點樣嘅咧？呢個時期咧改變就非常之大啦。咁咧，因為我哋緊貼住西方嘅潮流啦，女性流行着顏色鮮豔嘅 T 恤同短裙，男性咧中意着咧係紮呢個襟領嘅貼身西裝，打紮領呔。咁咧而頭髮嗰方面咧，從上一代嘅油光水滑咧就變成咧係長頭髮啦。水手褲同牛仔褲咧都成為男女兩邊都流行嘅主流。咦，我聽講當時嘅款式咧都好特別嘅喎。好特別啊，好多選擇添。例如佢陳寶珠蕭芳芳嘅造型啦，着住圓點粉彩連身裙，同埋男性恤衫加領呔配短裙添，成為當時咧好重要嘅潮流嘅。佢哋1966年咧，仲有本由李慧珍畫嘅漫畫叫《13點》，反映當時非常流行同非常好睇嘅款式。香港嘅製衣廠喺呢一個時期有咩變化咧？60年代香港企業家咧就推出咗新嘅衣料啦，而呢啲新衣料咧令到設計新款服裝咧係更加方便嘅。到咗70年代，牛仔褲、喇叭褲同埋嬉皮士風格開始流行，全球 T 恤牛仔褲熱潮咧造就咗香港製衣業嘅蓬勃嘅。我睇過香港開始發展自己嘅品牌喎。係啊，去到70年代開始咧，除咗繼續幫人哋代工之外咧，香港仲開始生產自己嘅品牌嘅。咁例如咧，我哋細個都着過晒㗎啦 ，Bang Bang 啊、馬斯龍啊咁，仲有輸出到海外嘅品牌，例如 Fade Glory 啊、Esprit 啊，呢啲非常之成功嘅。咁睇嚟香港嘅時裝潮流真係經歷咗好大嘅轉變喎。係啊，冇錯啦，呢個轉變咧係由戰前戰後大家着嘅長衫唐裝，
去到60年代開始，受國際 youth culture 同埋明星嘅影響咧，西方流行服裝好快就成為我哋自己嘅主流添。咁睇嚟香港嘅製衣業嘅成功，真係同佢哋緊貼潮流有好大關係。呢個正確啦，加上香港經濟起飛同埋新媒體嘅出現咧，更加推動咗時裝業嘅發展嘅。今日我哋講咗香港嘅時裝業由傳統到現代嘅轉變，希望大家對香港嘅製衣業有更深入嘅了解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再見。